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生活中常常讲会到，就是坐公车的车。若是行骑的机子，咱就读文音，读做机马炮。这个车就是靠咱啊，伫咧涂骹行的交通工具，像咱讲火车、计程车，用车来搬物件，咱讲是车线、车本扫。另外，利用咱啊伫咧放的机械，咱讲是放射机，或者是风车。利用机械伫咧放的动作，咱讲车衫、车雨伞。文音读做机，带大家做过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读做母车。过去是讲专门载货脚踏车、机车，车身较大较重，啊那货架嘛较宽，也就是载货车。嘛当讲是专门拍速的机车，也就是拍速车。第二个词读做水车，是咧讲利用风力做动力的机械设备，专门用来发电拍水、引米引麦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土伯啊要注文一架水车到你家，业者驶货车，甲大型的零件分做几落解，再来到家，搁再用母车载一寡细项的零件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车，另外文音读做机，嘛有人读做鼓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